船长落休息了，我赶载入公司，落清洗了吸收冷冻。正常来讲，一年就敢一个月食一个酸水尔。是。所以我尾来改做冷冻了，即摆消费才一年300元拢当食酸水。这回我来甲伊直食，来甲东后了食。你看的这时代是真正70岁、80岁，甚至头拄仔看到90岁，还搁咧挽酸水的。所以讲，恁敢会烦恼讲我后日敢会有人来挽酸水啊？你袂当接啊，无接啊，迄个老吼，为了真正身体无法度人挽。事实讲的啦，人阮迄阵吼有30几个助攻的，所有助攻比我较济岁。迄当阵的志工比我较济岁，我都80下啦，安尼看嘛，拢90啦。即摆遐人咧？这拢老的啊，你个比，我你90岁，90岁迄个90岁就是我的基本的助攻啊，对不对？你讲要叫伊出来做，咱嘛唔敢。陈柳，咱做阵看这边，看这边。就庄脚就是我感觉讲就是老化，这是台湾人民最大的问题。对。